我哋抬頭睇下個天，見到啲星呢，其實佢係一張過去嘅照片嚟嘅。導演點樣去拆解自己生平嘅前因後果，其實係創作唔少得嘅步驟。大家都知啦，最有名嘅午夜場葛鄧古仔就係《阿飛正傳》啊嘛。咁但係咁多年後，點解《阿飛正傳》又會成為經典呢？咁我會覺得觀眾睇翻觀眾呢件事，如果將來係可以喺呢個戲裏邊發揮到有一啲效果嘅話呢，即係全部講宵夜啊、午夜場啊，咁都幾得意。係你啟發咗我啦。大家好，我係林奕華。通常大家認識我咧，都係因為我有好多劇場嘅作品啦。咁其實我嘅興趣唔係淨係戲劇嘅，我嘅興趣都牽涉到譬如話影像嘅作品，例如電影啦。咁所以呢個亦都會翻轉頭影響翻我嘅劇場作品嘅面貌嘅。所以喺我劇場作品裏邊，其實都有好多電影嘅時刻喺裏邊。我其實最希望就係我嗰啲舞台劇或者劇場作品都似係電影咁樣。你知道人為什麼沒有辦法舔到自己的手肘嗎？香港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劇場祝英台陸嘉欣，我是一個 I 人。我是劇場梁山伯王宏源，我也是一個 I 人。我們都是梁祝的繼承者們與 AI 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的演員。我們即將帶來一個新的展覽演出，是改編自得獎劇作 Constellations 的中文版。我在那時錯過了你。導演說這就很像是梁祝的番外篇，所以呢，讓我們一起來想象，如果梁山伯跟祝英台投胎轉世到現在，他們會怎麼相遇，又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今年5月在荃灣大會堂，希望不要錯過你們哦。我在大學做研究，我是一個養蜂人。我估好少劇場作品呢係由一個環境開始。我哋成日都講劇本一劇之本啊嘛。咁我哋呢次係有劇本嘅。咁呢個劇本而且仲係一個英國嘅劇作家叫 Nick Payne。佢一部叫做 Constellations 嘅。咁如果你直譯嘅話咧，佢叫做類似係你叫佢做星座又得，你叫佢做群星又得。咁但係我哋就幫佢譯咗個中文名，咁係得我哋咁譯嘅啫。咁啊而家係別無分店嘅，就係叫做我在那時錯過了你。咁同 Constellations 有咩關係咧？我嘅解釋咧就係我哋抬頭睇下個天，見到啲星咧，其實佢係一張過去嘅照片嚟嘅，亦都即係話咧，佢老早唔喺嗰度嚟噶啦，只不過因為隔咗呢個時間，佢要咁耐先至傳送到嚟我哋眼前。咁其實原來人同人都可以係咁嘅喎，即係佢喺你眼前出現嘅呢個佢咧，可能其實係你要好耐之後先知佢係點嘅。你已經即係同佢分開咗啦，然後你諗翻佢，或者因為有某啲事刺激到你，你先會知道，哎呀，原來我喺嗰陣時，雖然兩個人都係企喺同一個天空底下，我哋並冇真正交流嘅咁。咁呢個古仔就係講一個男仔同一個女仔，咁個女仔佢係個物理學家嚟嘅，咁個男仔就係好唔一樣啦，佢係養蜜蜂嘅。咁呢兩個人喺任何一方面，你都可以話佢哋係天南地北。因為嗰個女仔講乜嘢都係由理論出發嘅，因為物理啊嘛。但係個男仔咧好多都係講翻佢嘅經歷嘅咁。咁呢樣嘢又好得意喎。調翻轉頭就係喺過去我哋覺得如果講理論嘅即係理性啦，咁通常係男性嘅。如果係講經驗啊，咁嗰啲好多係情感啦，咁嗰應該係女性。但係呢部戲裏邊，正正就係個女仔好理性，個男仔就好感性，而因為咁樣，我又覺得好貼合而家我哋個現實嘅。我哋似乎個世界亦都發展到而家嚟到講，女仔可能亦都係一定係啦，就係話佢哋知識嘅背景或者係佢哋辦事嘅能力都大大咁樣不同於過去啦。咁調翻轉頭咧，亦都係大學裏邊咧，女仔佔嘅比率啊，或者出嚟個社會度身居要職嘅咧，嗰個男仔嘅比率啊，咁都同以前大大不同。咁所以
之所以會排呢個咁嘅戲，對呢兩個人物有興趣嘅原因，就係因為我之前有個戲10年前嘅，叫做《梁祝的繼承者們》。咁當時我會對梁祝感興趣咧，亦都係我自己10幾歲嘅時候咧，就係發現其實讀書呢件事咧係一件咩事嚟嘅？我自己從來讀書咧個興趣緊要過個成績嘅，咁所以你可以話我係感性啲嚇。咁但係個社會尤其是對男性嘅期望就係你要攞得出你嘅成績出嚟，咁所以女仔讀書係輕鬆過男仔。咁你係咪話調翻轉晒啦？咁所以原來喺我哋個文化裏邊有梁祝，但係而家你講呢個 Constellations 咧，佢都可以俾我演繹為係一種梁祝嘅進化嚟嘅。咁喺我哋今年即係呢一個梁祝的一年嘅呢個系列裏邊，點解揀 Constellations 係咁解啦？呢個係比較 personal 嘅演繹嚟嘅，咁但係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講話唔同導演其實應該係帶俾觀眾一個佢自己唔同嘅人生體會嚇。一般嚟講就係話有個戲咪排咯，有個劇本，跟住我哋安排嗰出戲可以喺演員嘅演繹底下演咗出嚟。我就好多時候遊多好多花園啊，因為我覺得所有嘅前因後果其實係構成咗每一個導演佢嘅。你可以講話佢嘅世界觀或者係佢嘅生命觀嘅，咁所以導演點樣去拆解自己生平嘅前因後果，其實係創作唔少得嘅步驟。咁所以頭先你話係原來係有咁多已經係喺梁祝裏邊係同呢個 Constellation 有嘅嗰啲叫做千絲萬縷。咁但係呢個真係可能換咗第二個人佢就唔會睇到。好有趣地咧，呢個劇本正如我頭先咁講，就話我係由個場地開始啟發嘅。因為喺去年11月，我哋有機會去到台中歌劇院嘅其中一個空間，個空間有個名好得意嘅，叫特特廳啊。我哋習慣咗講普通話就叫 Tutu 廳。咁點解佢會咁樣改法咧？因為呢個設計師本身都好特別嘅，佢係伊風東雄，係日本都好有名嘅一個建築師嚟。咁佢好大程度上邊咧，佢設計呢個歌劇院就係想反其道而行嘅。一般歌劇院都係覺得你應該有啲羅馬式嘅圓柱啊，即係嗰種殿堂嘅感覺。佢反而覺得可唔可以翻返去好似細路仔中意匿埋嘅嗰啲 tree house 啊，所以佢裏邊成個建築物嘅一個特色就係9曲13彎嘅。佢唔係話一條直路啊，然後跟住有一棟好高大嘅門啊，佢唔係咁樣嘅。佢係想個遊戲性質係高於一切嘅，所以我哋翻去咧係有一種好似似曾相識嘅感覺，就係你細個最好有一個咁樣嘅 so call 一棵樹喺你屋企嘅後花園啊。咁當然我哋冇可能啦，咁但係而家佢好似補咗呢個夢啊。咁所以佢中間有一個廳嘅空間咧，就係呢個 Tutu 廳咧，就係你一入到去你覺得好安全，就係你覺得喺呢度玩捉伊人冇人揾到你嘅。另外一件事咧，就係佢亦都有啲似係一個太空船，好似寇布力克嘅2001太空漫遊嗰個實景咁樣，因為佢全部白色，但係佢又有一啲黑色嘅山洞。咁當然佢呢個洞咧係有寓意嘅，因為呢一個窿啊，所謂洞穴呢樣嘢咧，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咧，其實就係人類文明嘅開始，因為你係通過一個火把打出嚟嘅光，然後投影咗喺個牆上面，就被洞穴人認為呢個係現實咁樣。咁所以作為一個創作人，永遠都要面對嘅就係乜嘢係現實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哋去到呢度嘅時候，我哋就攞咗呢一個 Constellations 嘅劇本，就試喺裏邊咧，就係開始閱讀佢、理解佢。呢個計劃本來就係我哋個劇團非常濃味話同台中歌劇院嘅合作嘅目的就係培養觀眾，因為觀眾好多時候咧，佢只係見到一個作品嘅成果，佢未必有機會參與得到創作嘅過程，而我哋就想用唔長嘅時間啦，1個星期實驗一下，可唔可以我哋由翻開呢個劇本第一頁開始，觀眾已經見到我哋翻開啦，然後睇下佢哋有幾願意同我哋經歷1個禮拜嘅創作過程。咁所以呢一個過程完咗之後呢，個反響好好啦，我哋就
3月嘅時候又再翻去做 Part 2。咁因為第一次嗰個11月嗰個星期咧，我哋係叫做好似我頭先講話 Open Kitchen 啊，即係我哋去食某一啲嘅嗰啲小籠包，你見到好多師傅喺嗰度整。咁我哋其實當時就係進行一個咁樣嘅一個試驗嘅。但係到第二次翻去，我哋希望攞到小籠包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就又係翻去同一個場地，不過今次我哋擺咗觀眾席。話就話觀眾席，實際上面我哋係將佢個劇本裏邊嘅嗰個叫做平衡宇宙，有冇辦法用呢個空間呈現出嚟？咁所以我就安排咗咧，總共係有5個唔同嘅演出。咁所以觀眾咧第一晚嚟睇，第二晚、第三、第四、第五咧，佢係得到同樣嘅台詞、同樣嘅劇情，但係佢會有唔同嘅感受。咁嗰啲唔同嚟自邊度咧？就係因為空間唔同啦。我將嗰個場地咧，好似當佢係個蘋果咁切開咗兩半，所以有一半咧就係有觀眾席，有一半係冇嘅。呢個叫第一晚。然後到第二晚嘅時候咧，就係另外嗰半有啦。咁琴晚有嗰半咧又冇咗啦。咁由第三晚啦、第四晚啦到第五晚咧，我就繼續玩一種空間嘅遊戲。咁所以佢哋必須要嚟睇晒5晚，佢先知道原來空間係識講故仔嘅。劇本係一樣，台詞係一樣，演員有時2個，有時3個，但係佢哋因為空間改變咧，佢哋嘅位置同埋佢哋之間嘅交流亦都會唔一樣。咁所以 Two Two 廳令到我哋有咗個信心，就係話原來戲劇可以唔一定要喺舞台上，亦都唔係只係同一出戲就能夠講得晒呢個劇本裏邊想講嘅嘢。我哋將佢變成咗5倍。因為個戲裏邊講可能性啊嘛，咁所以而家翻嚟荃灣，我哋都係希望揾到另外一種空間嘅關係嚟到講呢個故仔。我個角色咧，亦都係一個由第一次去呢一個11月嘅時候得到啟發。我自己平日咧，其實係幾中意做一啲影後座談嘅。其實過去呢大半年咧，我哋都有喺戲院度放《梁祝的繼承者們》。咁每一場完之後咧，我哋都保留翻20分鐘同觀眾傾偈。咁有啲觀眾咧，第一就係佢哋可能未睇嘅，所以喺佢哋睇之前咧，我哋首先要去佢嗰度同佢打針，即係傾下偈先，等佢了解下到底佢哋將會睇到啲乜嘢，因為對好大多數人嚟講，唔係好知道咩叫舞台影畫嘅，即係我哋而家推行緊嘅呢一樣嘢，即係大家就以為話，咁佢係咪即係佢演出嘅紀錄片啊？唔係嘅，因為佢係多過紀錄片嘅，因為佢係經過另外一個導演用影像去講一次呢隻故仔嘛。咁而我哋去嘅呢啲包括咗係學校啊，或者係一啲社區中心裏邊，有陣時係全部都係家庭主婦，有陣時可能係長者，有陣時亦都可能係一間大學裏邊嘅嗰啲持續進修班咁。咁所以佢俾咗好多啟發俾我啦，就係話原來以往你做一個作品就係等嗰個作品自己發聲同嗰啲觀眾傾偈，但係我作為一個導演，我都可以揾到一種同佢哋傾偈嘅方式嘅喎。咁所以就因為有呢啲咁樣嘅機會之下，機緣之下，我先至會喺台中試下，好似喺每一晚嘅場與場中間，我係會走出嚟做某一種嘅，你可以講話導賞。咁今次翻嚟荃灣其實都係一樣嘅嚇。咁但係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嚟咧？就係我幾乎冇乜重複過前一晚我會講嘅嘢嘅，因為我係即興嘅。我唔係跟住劇本講，我呢個導賞其實喺某一個程度上面嚟講咧，係點樣去感受翻個空氣之後，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喺個空氣裏邊揾到進入去下一場嘅一種方法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似乎只能夠放喺一個好似荃灣咁嘅地方先可以做到。因為如果你講話係一個戲劇，佢做下你喺個台又行出嚟，跟住又講，咁你好明顯係個講解員啦。因為你望到嘅係全部觀眾啊嘛。但係其實如果你係喺一個荃灣咁嘅地方嘅時候，佢哋可以望對眼望去第二度，佢唔一定要望住你嚇。咁所以變咗你講嘅嘢，忽然間又多咗唔同嘅層面去了解或者感受。因為呢一部戲其實佢講緊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就係假如。
因為佢呢個女主角佢係有一個佢自己嘅信念啦，即係嗰個信念就係其實喺我哋嘅宇宙係好浩瀚嘅，我哋人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好微細嘅物種嚟嘅啫，所以有好多你講緊話我哋睇得好大嘅事，其實你放翻喺千萬年嘅一個時間長河嚟講，嗰啲嘢係微不足道。咁所以你講緊嘅嗰啲假如，好可能根本一早已經係發生過晒。我哋而家覺得我哋做一個唔同嘅假設，可能會改變嘅嗰啲命運呢，有可能根本只不過係我哋主觀認為嘅啫。其實我哋所有做過假如都同步發生過晒噶啦。咁所以變咗嗰個空間對我嚟講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唔係坐喺度，佢可以行，佢可以坐，或者有陣時我安排佢嗰個你到底幾時坐邊度咁啦。咁所以佢會好似切身體會緊就係我到底係主動定係被動呢？咁所以呢種互動形式，佢可能對觀眾嚟講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在於佢好似有得揀，佢好似冇得揀嚇。咁呢個劇本同埋呢個形式就能夠攜手帶住觀眾向前行啦。因為如果劇本唔係咁嘅話，咁就係另外一件事。但係佢得意嘅地方係點樣演繹呢啲對白，演員可能唔同，因為佢換演員啊。係啦，即係我哋而家3個演員做2個角色啊嘛，所以變咗你咪會有AB、AC、BC、BA 咁樣咯嚇。我哋只有一個人係打千秋咁，兩邊 swing， 2個係固定角色嚇。咁所以你會喺呢一個劇本嗰度咧睇到我哋點樣忽然間多翻一個性別嘅層面啦嚇。咁但係呢個戲喺英國有做過嘅，咁英國做又同佢喺百老匯做嘅時候好唔同。百老匯個版本咧就真係如實搬演咗嗰個劇情同啲對白。英國咧就係將一個劇本交俾4組唔同嘅演員做。係啦，所以你係等於見到有4個唔同嘅演員嘅配搭組合。咁不過重點唔係在於佢哋嘅配搭係唔同嘅演員，係在於佢哋之間嘅 differences， 佢哋嘅差異。譬如話呢一對咧就係一對中年男女係白人嚟嘅，下一對咧其實就係都係白人男女，但係佢哋係老年嘅。跟住就有2個咧就係黑白係男同性戀嚟嘅，又跟住又有2個黑人係異性戀嘅咁。咁呢4個組合就係嘗試俾大家去睇到，哦，佢個戲裏邊喺度講話，其實喺我哋發生緊呢一件事嘅呢一個關係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其他可能性已經喺第二度同時發生緊㗎啦，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喺唔同嘅時間空間嘅咁。不過佢就換咗唔同嘅演員，咁你就要去選擇，你要睇晒啊，定係你只揀一部分嚟睇啦。第一件事呢個戲要解決嘅係個翻譯嚇。因為翻譯劇有2大嘅基本嘅可能性嘅，一個就係你將佢本地化，一個咧就係你唔將佢本地化。咁將佢本地化係要花啲心思嘅嚇。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其實個語境如果唔係本地嘅時候，你將裏邊嘅嗰啲細節或者係嗰啲所謂時間人物地點本地化咗，即係佢叫做 Roland， 你改咗佢叫阿羅生咁係一種咯。咁但係個意義可能唔係好大嘅，所以我哋就保持翻其實佢係一個英國嘅背景嚇，同埋佢哋講緊嘅都係英國嘅地方。咁不過有一樣嘢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今次係演員自己有份翻譯嘅。所以佢哋唔係攞住人哋譯好嘅劇本，係佢哋自己做嘅功課，跟住佢哋自己就翻自己讀劇嘅時候嘅感受嚇，佢哋去進行翻譯嘅咁。所以演員係主動啲。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關乎到多個角色啦。咁多個角色咧，其實喺英國嗰個版本佢都有嘅，所以佢都有啟發咗我一啲嘅，因為佢唔係一定係一男一女。佢亦都有一個版本係2個男性，不過我哋今次就冇好似佢版本咁，直情將嗰個新加入嘅角色用一個新嘅名去稱呼佢，我哋都仍然當佢係 Marianne 咁。咁我覺得先試下先啦，因為我哋而家呢個都係一個講述展現，即係佢唔係一個最終嘅成品嚟嘅咁。佢哋3個都係梁祝嘅演員嚟嘅。
所以作為一個梁祝嘅番外篇，大家帶住曾經喺梁祝見過佢哋唱過嘅歌啊，或者係講過嘅台詞，再翻轉頭去睇佢哋嘅時候，係有種重影嘅感覺嘅，即係 overlap 咗有某一啲記憶咁樣。咁所以佢哋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哋都帶住一種好似係梁祝嘅嗰種我哋叫做遺憾啦，然後跟住嚟演呢對人物佢哋個過程啊，咁佢哋自己覺得好得意咯，咁同埋個感情係比較快可以去到位嘅，咁所以亦都要大家嚟睇嘅時候，特別係睇過梁祝嘅朋友，佢哋會唔會有呢個感受？因為佢始終係個展覽廳嘅呢個場地，咁展覽廳最大嘅同舞台嘅唔同咧，就係佢個建築已經係好明確咁樣決定咗個空間係點啊！佢唔係好似個舞台咁可以通過佈景設計去改變個空間，或者去重新設計一個空間。咁佢牆就係牆，地就係地㗎啦。咁啲燈亦都只能夠係嗰啲燈，所以我就比較唔想佢係要太有一個好似模仿一個舞台咁，但係我哋應該要有一啲即時影像。咁即時影像喺之前我哋台中都有嘅。咁即時影像佢有幾種功能嘅。佢第一個咧對我嚟講就係佢可以界定以及重新界定時間喺呢個故仔裏邊到底係一種點樣嘅感受。因為譬如好似佢哋裏邊提到嘅有一啲台詞發生過嘅事，例如因為佢講緊好多嘅可能性啦，所以變咗同一件事係會重複演出嘅。咁所以如果我哋用影像拍咗上一次嘅某一啲瞬間，然後你將佢投射出嚟變成咗佢背景嘅時候咧，咁觀眾就唔係淨係去記得曾經講過嘅嘢、發生過嘅嘢，而係佢視覺上亦都睇到添。咁睇到嘅時候，呢一樣嘢就會增加咗嗰個觀眾嘅感受嘅某種複雜性嚇，因為佢一個好似一個佢成為咗個角色，佢見到嗰個過去係點樣啊咁，所以呢個即時影像，我哋係會覺得係呢個戲裏邊等於係燈光，等於係佈景設計嚇。咁我哋有一個即時影像嘅鏡頭同埋個攝影師喺度嚟，咁我好多時候係交俾佢自由去創作，佢點樣拍法，唔係佢要經過我去決定嘅。咁所以變咗觀眾睇到嘅亦都會因為佢有一啲即興嘅成分，所以未必晚晚係一樣。咁呢個係其一。其二咧就係你頭先講到啲走位啦，因為我哋係將嗰個空間當蘋果咁切開佢嘛，咁所以變咗佢一定係會有一啲叫做虛同實、左同右、底同面會有啲咁樣嘅分野嘅。咁而喺呢啲分野嗰度咧，最基本嘅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會將字幕放喺其中一邊。所以觀眾如果嚟睇住呢一邊嘅話咧，佢可能就背住咗有一啲影像啦。所以佢 either 選擇就係我當聽一個廣播劇，但係我睇到前面嗰啲字，或者調翻轉頭就有一晚就係完全佢唔會睇到嗰啲字嘅，佢淨係得個影像喺度嘅啫咁。所以如果佢離晒嘅話，佢就能夠比較嗰個分別啦。千祈唔好睇少咧，其實嗰啲字幕嘅戲劇性，或者佢作為一種節奏嘅音樂性。因為咧每一個字打出嚟嘅時候咧，你望住佢嘅話咧，你會覺得時間就係咁樣過去嘅。所以呢一種時間過去嘅方式，同埋你聽住或者睇住一個表演係好唔一樣。而當兩樣嘢都發生嘅時候咧，觀眾嘅選擇決定佢點樣去感受嘅時間。好少戲劇係能夠令一個觀眾咧同時可以感受到兩種時間性，但係因為我哋就翻呢個場地，然後用相同嘅劇本俾觀眾感受到原來視覺同埋聽覺分開嘅時候時間感係點嘅咁呢個係一種嘗試。最後咧，我想講嘅就係喺我哋呢個戲裏邊咧，有一晚其實個觀眾可以選擇喺一個拍攝嘅空間嗰度睇住演員被拍攝嘅時候嘅表演，同埋呢一個拍攝即時投射咗喺呢一個場地嘅另外一邊。你到底想做一個影像觀眾啊，定係你想做一個現場觀眾？咁有啲觀眾就嘗試兩樣都睇嘅。
咁我哋上次喺台中嘅時候，因為個距離唔係好遠咁所以佢兩樣都係睇到。不過如果你係選擇兩樣都睇嘅話，咁你都係要擰嚟擰去嘅，所以你其實都係要做好多決定。邊一個 moment 你先至係睇個真人，邊一個 moment 你先至去睇個影像。咁呢個加埋埋，再加埋我頭先講話，我有陣時會決定觀眾幾時要起身啦，請各位觀眾帶住你所有嘅隨身物品搬去第二個位置度坐啦。咁來去，咁佢哋都幾忙。咁但係有趣嘅地方可能就係呢個每個人嘅感受，因為佢換過個位唔同。所以大家睇完呢出戲出嚟之後，可能覺得未必係能夠當係你同我睇嘅係一模一樣。所以頭先講嗰啲嘢都係一啲我哋喺台中試咗出嚟嘅嘢。令到當時嘅觀眾，因為呢個喺台中完咗之後，其實嗰個回應都幾好嘅嚇。咁都有好多觀眾填翻啲問卷翻嚟，話呢個戲點解對佢嚟講係有啟發性。咁有啲觀眾甚至係願意離晒寫晒筆記嘅。我啲朋友都睇到，哇，使唔使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就可能都係覺得難能可貴啦，即係因為呢一個你唔寫，你可能會唔記得嘅嚇。咁佢都會寫。留翻低咁所以去到荃灣係點咧？咁呢個真係要我哋，因為我哋4月底有機會早幾日入去。但係我頭先講嘅所有台中發生嘅事咧，佢都係幾日之內發生嘅啫。所以變咗呢一樣嘢，我覺得係近乎係一個半即興嘅嘢嚇。然後跟住到最後，佢係可以揾到一個佢自己嘅性格。我覺得呢個都係 Covid 俾我一個好大嘅括弧禮物嚟嘅，因為我覺得而家你要創新咧，其實已經同以前好唔同啦。因為以前創新係 optional 嘅，你可以創新，你可以唔創新，但係而家已經係講緊哈姆雷特講嘅to be or not to be 啦。即係你到底係要生存定係要滅亡？我聽到好多朋友都講緊話，哇死啦！即係電影點解大家唔願意入去電影院呢？劇場其實能夠賣到飛嘅劇團唔多嘅嚇。更加重要一點呢，就係話戲劇對於好多人嚟到講係變咗係一種娛樂嚇，因為有明星嘅。有至少有保障㗎咯嚇，佢先至會願意去睇咁。但係戲劇嘅功能係多過咁樣㗎嘛，係可以有好多㗎嘛咁。所以我哋如果唔去揾翻一啲唔喺呢個機會咁樣去揾翻一啲願意同你一齊 so call 叫做冒險嘅觀眾，或者去揾翻一條出路嘅觀眾嘅話，單靠自己做係唔得嘅。所以點解我會希望我哋而家做緊嘅呢一樣嘢，或者唔單止係呢一出，而係由呢一出開始佢可以去有咁樣嘅，等觀眾會覺得話，戲劇唔係一定高高在上其實佢可以係好平等咁同我哋傾偈。但係你去睇 Netflix 咧，你點睇都好啦，佢係一模一樣噶嘛。但係你嚟到現場嘅話，冇一個 moment 會係一模一樣，因為唔可能一模一樣當然啦，你講話傳統嘅演出，佢晚晚都唔可能係一模一樣嘅。不過我哋同傳統嘅演出再唔同啲嘅地方，就係在於觀眾嘅位置啊嘛。因為你傳統嘅話劇係台上嘅嗰啲演員，佢哋嘅風吹草動，佢會有分別嘅。但係觀眾都係坐喺個位嘅嗰啲 Q 都一定係嗰啲 Q 嚟嘅。但係而家呢個唔同嘅地方就係觀眾佢比較上可以有選擇。咁你如果對自己嘅選擇係有意識或者係敏感嘅時候，你嗰晚真正帶走嘅就係，今晚我點解咁樣揀呢？我揀咗呢啲嘢，我會唔會好似嗰出戲裏邊咁講，就係假如 what if 我唔係咁揀，我會唔會睇多啲呢？我而家有冇睇少咗呢？咁佢都自己同自己有個對話。好問題喎。因為就算佢係一個錄像嘅影畫都好啦，佢都冇辦法取代個觀眾現場嘅感受嘅。因為呢一出戲佢同《梁祝的繼承者們》嗰啲最唔同嘅地方就係觀眾仍然係一個視點咁樣去睇個舞台，所以對於嗰個影畫嘅導演嚟到講呢，佢只要係掌握得到嗰個觀眾嘅
到底坐喺邊度睇嘅，佢嘅鏡頭同佢嘅剪接咧都容易落實嘅。但係因為你係喺人群中間，咁你嗰個鏡頭就好代表嘅只係呢一個導演嘅眼光啦。咁同你拍咗幾個機器，拍咗好多鏡頭翻嚟再剪嘅嗰啲舞台影畫就好唔同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對佢嚟講一定係難度係好高。我哋其實之前有嗰個作品都係類似係咁嘅，到而家我哋都未剪嘅，就係叫寶玉你好。因為寶玉你好就每晚有100位觀眾喺西九嘅自由空間，咁佢哋係自由走動嘅嚇，咁但係個演員就得一個嘅啫，佢就喺觀眾中間混雜喺裏邊咁樣，咁所以係呢一個呢個排法同呢個拍法，其實都好考驗將來出咗嚟會係點樣嘅，一定係另外一出戲，一定唔係大家喺現場睇到嗰出。都幾有趣嘅。你知啦，因為最緊張觀眾反應嘅係嗰啲老闆啊、導演啊、演員啊咁所以其實佢哋係等於喺嗰出戲度走咗落嚟嚇，然後佢哋要喺個現實裏邊睇下嗰個唔係現實嘅自己，到底能唔能夠喚起嗰啲現實嘅人入到去嗰個世界。咁所以呢一個出入嘅嘢，我會覺得係當然啦，睇過午夜場嘅人先至會體會得到啦。不過午夜場而家已經唔係好存在啦嚇。午夜場嘅觀眾係好特定嘅觀眾嚟噶嘛，因為佢哋係啲夜之子啊、夜之女啊咁樣係嘛，即係大家其實係覺得入嚟咧係好似係佢期望呢個深夜嘅嘢係有一啲還原翻有一種蠻荒嘅文明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有啲戲適合做午夜場，有啲戲唔適合做午夜場，就係咁解。不過我而家真係諗翻轉頭，我突然間你而家咁樣講咧，咁我梗係睇過好多唔同嘅午夜場啦。古惑仔我又睇過午夜場，又跟住我記得最特別嘅一次午夜場係應該去睇張艾嘉導演嘅《最愛》。係啊，嗰個應該係1985年定係1986年啊，因為佢文藝片嚟噶嘛，同埋佢開咗場係未熄燈嘅，因為啲觀眾仲未坐定噶。咁佢第一個鏡頭就係因為嗰出戲嘅美術指導係張叔平，咁所以佢用個字樣最愛兩個字，然後嗰個第一個畫面就係一啲樹嚟嘅，然後就係豔陽天，咁一嚟就係影像同埋音樂一齊入。但係我望下周圍嘅人，好似全部未 ready 咁嘅喎嚇。我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咪係啲翡翠明珠之類嘅嚇？咁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就係呢出係咪真係適合午夜場咧？咁樣我嗰出嘅年代已經冇午夜場啦，紅玫瑰、白玫瑰嚇。但係我係喺戲院睇過幾次嘅。咁我第一次睇就係最近拆咗或將會停業嘅叫做梅花戲院喺台北。因為我睇紅玫瑰、白玫瑰咧係好特別嘅，我係喺英國幫關錦鵬導演寫嘅嗰個劇本嘅，所以我哋所有嘢都係通過長途電話解決嘅。咁然後到我第一次睇嗰出戲咧，係金馬獎請咗我翻嚟，因為我係其中一個被提名嘅最佳改編劇本嘅提名嘅其中一個。最佳改編劇本獎入圍的有林奕華、紅玫瑰、白玫瑰。你有沒有為我想一想？得獎的是林奕華，恭喜！恭喜你！謝謝大家，我是一個張愛玲迷，所以我第一個要多謝的人就是張愛玲，希望她知道。第二個是我要謝謝關錦鵬對我的信任，因為改編其實是對導演、編劇同樣是一件很挑戰性很強的事情。謝謝。所以攞咗之後，我先至睇咗戲。
我覺得真係午夜場好重要一件事，好似我頭先咁講，佢到底啱唔啱個題材。所以就算你話係咪可以喺劇場裏邊去帶翻午夜場嘅氛圍嚟，要睇嗰出係一出咩戲？即係如果嗰出戲佢本身係一出好適合午夜成分嘅嚇，咁佢就算唔係午夜做，佢都可能有午夜場嘅感覺嘅。譬如我成日都講話我哋講嗰啲叫黑色電影啊，即係 film noir。咁 film noir佢有幾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例如佢嗰啲佢係有犯罪嘅成分啦，或者佢其實係有一啲反英雄嘅成分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咁其實而家有啲戲劇都係咁嘅，咁所以佢只要渲染一下呢啲成分，令到佢帶嚟一種好似俾個觀眾嘅感覺，就係一種好立體嘅感覺咁。咁佢我突然間諗翻起，我有做嗰個戲叫《水滸傳》。咁佢就係一個好陽性嘅戲嚟，因為佢個英文名叫做 What is Man。咁所以裏邊少不免佢其實都係會牽涉到好多男性同女性之間嘅搏鬥，或者係有好多名場面，我哋嘗試放翻喺嗰個舞台劇嗰度。咁佢都幾午夜場嘅，因為觀眾 high 嚇。例如係咩咧？就係咁佢講《水滸傳》啊嘛。咁但係我哋唔係做古裝，我哋做時裝嘅，所以每個演員咧都有一件 Mark 哥嘅大褸。然後跟住成個佈景咧就係一架撞爛咗嘅保時捷，係真保時捷個殼嚟嘅，就撞到一個街燈。咁所以你一望落去就覺得哇，咁港產片嘅嚇。然後跟住佢哋又有槍戰，有英雄本色咁又好大啲煙霧瀰漫咁，然後跟住佢哋又喺度槍戰咁又喺度我哋叫做 parody 啦，即係諧謔一啲英雄片嗰啲開槍打不死啊，然後又有啲吊威亞啊咁樣。咁呢個就係同觀眾之間嘅一個叫做 in joke 嚟嘅，即係大家都知大家喺度講緊呢樣係咩嚟嘅，大家都嗰啲叫做咩心照不宣咁，然後大家都好 high 咁可能喺個作品裏邊，《水滸傳》係最啱係睇午夜場。最近我哋有諗過話，到底復排呢啲作品有冇人睇，或者係佢有冇效果嘅咁。不過你而家講緊呢樣嘢都幾得意，因為你未問我，我都未諗到《水滸傳》其實係一個午夜場。咁真係嗰個午夜場，我覺得佢個意義都可以顛覆啲嘅。因為舉個例講就係話，大家都知啦，最有名嘅午夜場葛鄧古仔就係《阿飛正傳》啊嘛咁但係咁多年後，點解《阿飛正傳》又會成為經典咧？咁所以你如果要講就話係，第日我做《水滸傳》應該係用午夜場作為呢一個梁山好漢嘅切入點即係全部講宵夜啊、午夜場啊，咁都幾得意。係你啟發咗我啦。我會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就係觀眾可以睇其他觀眾點睇戲，因為你係個視線係冇辦法避開呢一樣嘢嘅。我哋好多時候睇傳統嘅一個鏡框式舞台嘅戲，我哋嘅投射就不過係嗰個戲裏邊嘅人物。但係有啲戲，譬如你去文化中心劇場，咁有陣時係兩面觀眾嘅。其實我永遠都擺脫唔到對面嘅觀眾好似面鏡咁嘅，所以佢唔係純粹只係有觀眾坐喺演員嘅後邊，而係佢亦都成為咗一個背景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照鏡咁樣嘅效應咧，喺呢一出裏邊仲更加多角度，因為我哋唔係兩面台啊嘛。我哋係每一個人，其實佢都可能係最先背住，但係佢可能換咗位之後，佢係見到對方嘅背脊或者各種可能性啦。咁所以佢係要分多少少精神出嚟去睇下，其實周圍嘅人係點樣適應好快又發生嘅變化，好快又發生嘅變化。咁因為現實裏邊的而且確有好多嘢變得好快。咁所以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喺個劇場裏邊發生過，然後大家再出翻嚟之後引證一下，因而得到某啲靈感咧？就係話我喺劇，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劇場好得意，就係佢係各種事物嘅比喻嘅。咁比喻有一個好大嘅功能，就係令到你更快明白一啲嘢嘅。你會因為呢個比喻嘅神來之筆，令到你可以更加心領神會。
咁所以我會覺得觀眾睇返觀眾呢件事，如果將來係可以喺呢個戲裏邊發揮到有一啲效果嘅話咧，咁我都會覺得係一個點解喺呢種環境底下創作，其實係有啟發性。你知道人為什麼沒有辦法舔到自己的手肘嗎？香港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劇場祝英台陸嘉欣，我是一個 I 人。我是劇場梁山伯王宏源，我也是一個 I 人。我們都是梁祝的繼承者們與 AI 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的演員。我們即將帶來一個新的展覽演出，是改編自得獎劇作《Constellations》的中文版。我在那時錯過了你。導演說這就很像是梁祝的番外篇，所以呢，讓我們一起來想象，如果梁山伯跟祝英台投胎轉世到現在，他們會怎麼相遇，又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今年5月在荃灣大會堂，希望不要錯過你們哦。我在大學做研究，我是一個養蜂人。